1863年，同往常一樣，Tesla 同佢哥哥 Dane 去咗附近的平原騎馬遊玩。原本是普通的一次郊遊，卻發生意想不到嘅意外。不幸地，唯一嘅哥哥 Dane 之後仲因此離去。親眼目見意外嘅 Tesla 受到驚嚇，隨即產生幻覺。但這時代的醫學仍然是落後，連係咪病都唔清楚，更無可能得到醫治解決。無論醫生、鄰居、朋友，甚至家人都唔清楚出現什麼問題，無法提供幫助嘅情況下，Tesla 只好獨自面對。之後每次看書時，幻覺便會隨即減少，於是便靠沉入書中世界去令幻覺消失，亦開始不分日夜不斷地睇書去解決幻覺嘅問題。其他人只能直接無視，而且這情況根本沒有解決方法。1870年，為咗升讀返學嘅 Tesla 一個人搬到克羅地亞嘅卡爾斯塔特，同佢姨姨一家一齊居住。佢喺 Higher Gymnasium 課程得到一個優秀嘅老師 Martin Sekulic 悉心教導，數學同物理嘅觀點對佢獲益良多，對以後 Tesla 喺思維上發生關鍵性影響力。而 Tesla 優秀嘅成績亦令佢能提早1年完成學業，係 Gymnasium Karlovac 畢業。1873年，得知他能提早畢業嘅父親強烈要求他放棄讀書，返去加斯比從事牧師的工作。Tesla 雖然仍對學習充滿異常求知欲，但無可選擇下，亦只能跟從父親嘅意願而放棄。返去加斯比途中，太多負面因素令 Tesla 身心疲累，不久後就患上了霍亂，而喺接近1年只能躺病在床，反反复复接近死亡邊緣嘅情況下，Tesla 父親感到真正嘅絕望嘅呢一刻，只好同意如果佢病能康復，就俾佢去工程學校繼續讀書，過他想過的生活。